我在医院呢。南梦割腕自杀了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不用。南梦，你一定要挺住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怎么能用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，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呢？是我害了南梦蝶，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如果他醒过来看到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不想再刺激他，知道吗？你醒了。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，只要休整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我知道，我伤害到你，真的对不起。南梦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们过去吧。我不能没有你。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公司又接了一份大单子。恭喜你！我今天真的很高兴，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。我给你倒点水去。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？事情都过去了，
我不想说。我想听。我不想骗你，我能不说吗？我想听。看着乃梦的眼神，我知道，我必须把这个故事告诉他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广告圈，从底层开始做起。每天疲于奔命，奔波在城市之中，跟大家一样，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广告公司。可是，这个行业并不是靠吃苦就能实现自我的价值的，除了专业和能力之外，还有许多要靠人际关系和所谓的圈子。可是，我个人的性格显然是无法融入这个圈子。所以混了30多岁，还是一无所成。但有一点，我仍然的坚信：只要付出，只要努力，就一定会得到老天的眷顾。哎，对，错一点，好。公司老板交给我一个红酒的策划案。这些天呢，我一直在忙于这个策划案的准备工作，一直在为这个广告的表现形式而苦恼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一张女孩的照片，于是我就认定，她就是我这个广告的女主角。哎，这要的谁呀？哦，上一个广告的女主角，感兴趣啊？大一新生，照片背面有电话。老板，以我个人意见呢，我觉得这次广告应该找这个女孩来演。可是我们的消费对象大部分是男性啊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不正好体现出反差吗？体现出购买群体的广义性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相反，加大了这次广告的力度。你这个论调倒是挺新鲜的，我是头一回听说。不过，不知道客户愿不愿意冒这个险。而且这和我们之前的提案大相径庭啊，你怎么解释呢？这方面我也考虑过，所以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呢，我把各个角度呢都写进去了。应该说是站得住脚的。就像你说的，客户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，的确需要一些冒险精神。只要我们好好的去引导他们，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老板，我相信这个广告一旦投放出来，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响，要么它是积极的，要么它是
消极的，但我个人认为，它一定是100%积极的。我也相信，等广告投放以后，客户一定会收到非常好的效益。这样，你准备2套方案，提案的时候一起送上去。如果客户没有意见，公司一定会支持你的。谢谢，我会努力的。对我来说，这次红酒广告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。如果能够很好的抓住这次机会，未来这个品牌的策划就会由我全权负责。所以说，我必须拿出120分的精力和热情去对待它。就这样，这个创意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完整。我一边期待着创意能够得到客户的认可，一边继续完善着创意的细节。我想通过这个叫爱宝的女孩来完成一次不同于一般的尝试。就这样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我在疲倦和焦虑中等待着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知道我离成功又近了一步。